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强访问新加坡，见新加坡的总理黄顺才，讲到咱台湾的议题，黄顺才是强调讲，新加坡遵守一中政策，反对台湾独立。咱外交部针对这款言论是表达关切，呼吁这新加坡都要尊重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独立的事实。 中方愿同新方一道，遵循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。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最近访问新加坡，会见新加坡的总理黄顺才。除了讲中国新加坡的关系异化，也讲到台海情势。黄顺才重申新加坡的一中政策，反对台湾独立。咱外交部表达严正关切。对于新加坡在与中国官员会晤时，擅自对我国主权地位发表评论。 外交部表达严正关切，外交部呼吁新加坡尊重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独立的事实，切勿发表伤害台新两国长久情谊的评论。最近中国对台湾文攻的动作真多，包括中国官方媒体发几多张讲是用卫星设备台湾高解析度影像，有中国网友讲有做一种归家 APP， 和台湾人用手机导成。 为台湾同胞设计的头城 APP， 我已经做出来了。国讲台北市已经有28000外人下载排第一。不过，陆委会甲司法部调查台湾甲中国的 iOS、Android 系统的平台，拢找无这种 APP， 敢若是境外假消息。这嘛正拄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10月25日台湾国父纪念日，学者讲这是中共对台湾法律斗争的一部分，想要让国际社会慢慢接受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广泛。如果说今天台湾被中国光复这个概念在国际社会被接受的话，未来他要打我们台湾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向国际社会宣示，打台湾那是我中国的内政问题。台湾光复节定为他们的这个纪念节日，也是对内争取个论述。中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也阁提出，用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，对两岸上有利。也讲台湾会伫咧经济、基础建设等7个领域更加好。对此，咱陆委会反驳，民主加专制是无可能相融合。中共这种诱骗统一的方式，对台湾人民是无吸引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